全關愛，與你共建和諧社會。阿 Kim 同你細數關愛故事，逢星期二社聯頻道。大家好，我係阿 Kim， 今日咧繼續同大家講下香港第30學院。港燈同社聯喺2006年攜手成立香港第30學院，推動退休人士終身學習、服務社群之外，喺2008年仲推出第一屆傑出第30人士選舉，鼓勵同啟發更多退休人士善用餘暇，繼續發揮所長，服務社會。第二屆嘅選舉喺2011年舉行，獲嘉許嘅12個得獎者係嚟自社會唔同嘅階層嘅，但係佢哋同樣喺終身學習、服務社會同埋均衡生活呢3方面都有出色嘅表現。冼永生就係其中一位，佢退休前曾經做過保險業精算、電腦同會計等等嘅工作，退休之後就集中服務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學童。佢考獲奧數導師資格，並且自學特字同埋手語，義務為視障、聽障同埋坐輪椅嘅學生補習數學。其後仲幫埋在囚、已戒除毒癮以及受過傷病影響嘅學童補習。後來係更加創辦咗學制社同學修社，廣邀有心人士加入，成為義務導師。佢覺得教學相長，腦筋都會靈活一啲，心境都會開朗啲。